近期最多人睇呢個1300人一個訂閱，我唔記得呢套片啊。10月20號係影啲咩嘢㗎？影一碟嘢咁樣啊！稍後決定啦。我走去揾翻呢個10月20號呢套片，咁多人睇係咩嘢嚟嘅先？點解咁犀利？跟住就冇雞又冇蛋。唔係11月啊，10月20號。我而家開翻出去揾先，揾翻我10月20號呢套片係咩片？你的影片，哇！有排揾，我揾到10月20號有排揾啊！因為我上片上好多片㗎，我屎唔臭都上去㗎。10月10號，10月27號，10月20號，仲有排揾，仲有排揾，有排揾，有排揾，有排揾。我要冚住個 music 嘅聲係用人聲。10月20號，哦，呢一個。呢個有1300人睇，2個星期之前。哦，呢個係影碟雞同埋叉燒好似係，唔係雞嚟嘅，鴨嚟嘅，燒鴨嚟嘅。呢個就係三絲炒麵，燒鴨同埋三絲炒麵，喺龍足記食嘅呢一餐，龍足記三絲炒麵。嗱，聽下佢嘅 music 啊！呢套片吸引咗1個人嚟訂喎。個音樂係呢一個，呢個音樂好輕鬆嘅，叫甜甜彈跳。嗱，我哋試聽下。好多謝收睇。